讲到进前，新北市一个集会查甫囡仔，经过儿童福利联盟的介绍，由台北市一对细老的姐妹啊，因做灵母来家照顾，却遭虐待死亡。嘛，又是真生气，也讲无要捐钱予儿童福利联盟啊。即马今仔日呢，这儿福联盟开记者会来回释咧，强调进前方式拢是正常的。北检今仔日也去敲这儿童福利联盟，而且以被告身份约谈姓陈的社工到案说明。 最高的歉意跟最深痛的哀悼。面对镜头，以福联盟国家主管局长回释咧，涉及伫新北市的集会查甫囡仔由立名转介予北市的细老儿母姊妹啊照顾，遭逢虐待告死。立名当首长林志嘉表示真艰苦。这个保姆之前跟我们契约照顾的。 前面的一个孩子还算正常，所以才会第二个社工人员没有办法有事先警觉，非常的内疚。林志嘉指出，细老的儿母前3个月正常，第4个月已经了破病做借口，要求延后封视，结果发生遗憾的代志。社工警官无警觉，这点确实无多向社会交代。移民执行长白丽芳解释，移民无处理囡仔受伤的 SOP， 移民多数负责处用业务，囡仔防苦毒通常由家暴防治中心处理。也毋过外界也质疑社工的封视相片，敢是有造假？ 你们的社工有传假的照片？完全没有这件事，而且这个真的不是家属，因为我们一直有跟委托的家属都有。所以你也相信社工没有造假的？是。4颗牙齿都掉了，这件事情毫无异状吗？掉牙的时候，我们也约了牙科医生，一切都进入了司法调查，我们所有这些东西也都交给检察官了。 立名澄清社工无造假封视，代志发生了后，北检已经继续延押细老儿母姊妹啊，12也指挥警方搜索儿福联盟，各以被告身份约谈姓陈社工到案，厘清相关案情。 委管办理收出养的单位应该要去强化它的访视的一个频率我们建议是1个月至少2次。那至于保姆端的一个县市的主管机关，原来每3个月1次的一个访视，我们会增加为每个月至少1次。社会局和社福中心将全力陪伴家属，提供所需的协助。针对社会局服务中的儿童，将会增加访视频率。 新北社会局规划未来专题托育的儿母会加强访视，为即卖一年4摆增加到6摆。北市也调整访视频率，佮建议中央制定3方共访机制，增加社工访视敏感度，避免儿童防苦毒的危险代志佮发生。记者综合报道。